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志意爱得到，就是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兄弟，请大家起立，咱用圣诗18首，我心阿乐上帝，全首来阿乐上帝。 我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主人言我的背，天的万物三甲面相，有了一大尊名。 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伊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 代代无尽，安尼。线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倒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得因父。 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哪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要对遐过来受苦，活人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就来掀开启用文第62篇，圣诗的后壁面1012面，腓立比人书第2章，启用文第62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 既然你甲圣神有交谊，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可爱的感情，毋
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因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印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正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以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提升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咱兄弟大家三甲暗头来祈祷，咱关灵的天父上帝，替阮伫天父面前祈祷的圣囝上帝，体贴阮心神软弱的圣神上帝，阮学了敬拜这三位一体永活的神无煞，阮感谢你，伫礼拜你保守阮兄弟在座兄弟无得到恶担当的代志伫即个时阵会当到你的圣地实体，大家三甲礼拜，阮甲你感恩谢多谢，感谢你赏赐阮人类有知识。来有会当用网络直播的方式，甲阮在场的兄弟平平做伙来敬拜你，来学到你的名，阮甲你感恩谢多谢。感谢你，互阮有即个好的机会，甲阮主来共信，兄弟姊妹甲季牧师所领导牧养的明治教会，互阮有机会会当有份伫因去做礼拜堂的事工，这一切拢是出自你的恩典。我嘛感谢你，互阮会当享受伫艰难的时伫患难的时，阮的心犹原无惊吓，自在来享受主内兄弟姊妹。教会的大家庭的生活，阮甲你感恩谢多谢。伫礼拜的大圣，阮伫你的面前诚实来反省。若是圣神来提醒阮过去一礼拜有意无意无来得失上帝你，来得失人求主你来赦免照你所应允的，你赦免阮的罪。求你赏赐阮有换心正直的心，会当来亲近圣洁的主上帝。祝阮大家嘛少年逐所在全世界拄着战乱的国家内底的教会的兄弟，主求你互交战紧煞阮相信你所互教会的官兵。会赢过世间一切的政权、宗教、文化、族群的差异。来失措，求阮继续为着因来祈祷，求你怜悯，为着台湾伫武汉肺炎的威胁下骹特别是百姓来祈祷，求你来怜悯，特别是年长幼儿也是。体有软弱的，求你特别来看顾，求你赏赐智慧，互阮的执政者，互阮的有关的指挥中心会当适时
有智慧来调整好诶对策，来互百姓会紧紧会当恢复正常诶生活，让阮遮同信诶兄弟会当搁一届伫教会来做伙敬拜，来学罗你，为着咱们教会暑期诶侪活动诶规划来祈祷，伫这无定着诶时，求你赏赐智慧，互所有诶顶级同工团队会当来规划，会当来想出会当转型好诶方式来无论是下季学校，无论是生活营，还是短期诶宣教诶时间，主求你来看顾。阮相信病毒无法度限制你永远诶福音救恩诶快乐，求你帮助阮，阮会当甲你同工感谢你今仔日互季牧师会当来传讲伊对你所领受诶信息，求你借着伊诶信息，借着阮诶思想默想来学习，来开阔阮诶心，会当心存愿望。伫即个时互阮无论是最近厝内拄着有亲人逝世诶遗嘱，还是破病伫病床中，还是伫厝内居家隔离，主求你来互阮，虽然有拄着艰难，毋过心有愿望，知影有一天总是你看做好诶时，互阮会当搁一届来得到安慰，得到医治。主，阮要经验你是活我诶上帝阮在座若有人最近心袂变最近有看无人生诶方向诶，主，阮相信你会替阮开路，因为你是无你借着国我，你敲赢死亡诶过失。阮相信有一天你会互阮兄弟姊妹，逐人会当经验你是国我诶大快乐因为你所应允诶，你讲伫沙漠有水会冲出，有旷野有江河会流出。阮相信你诶信息用你过去来引带阮，主，阮将阮所挂心诶兄弟姊妹事工拢交代伫主你诶手，主，因为阮知你疼阮，你怜悯阮，阮一生拢活伫你诶怜悯甲疼内底阮今仔日所有对头到尾诶敬拜希望会当诚做芳芳诶坐，请到你诶面前，互你诶心欢喜。阮来祈祷，靠主耶稣诶名，阿免。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请圣歌队来赞美，有快乐的哈利路亚。
献歌对从阮来经验，信心的歌，正面信心的歌，尤其是最近附近的新风声遐济是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在旧约诗篇162，旧约圣经678面。圣诗126篇，我来读，请大家来想。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迄时咱亲像眠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嘴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耶和华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搁流出流目屎夜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声收割。迄个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地刘备欢欢喜喜倒来。咱即马请明基教会来正道，伊的题目是上帝开14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南门教会会当开放明基教会会当来募款，相信借着这个机会，透过明基教会建堂的故事，会当咱互相来鼓励，互教会所建立的地区，咱做伙来为主来做见证。今仔日的经文第一节。耶和华带遐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迄时咱亲像眠梦。这篇的诗篇是咧讲，有一天以色列人会向掠去做奴隶，到伫迄天的是因当遐听候，总有一天因会对受掠的所在转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对伫以色列人来讲，即项代志就诚做因记忆内底的一个经文。当因向掠去做奴隶的时阵，因想起即段的经文，迄时因就当遐来听候，就一直等到因法度对受掠的所在来转去到因的故乡耶路撒冷。但是兄弟姊妹，你知影大概爱等偌久吗？伫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内底有记载，大概是70年的时间。咱想者，咱的岁数若加70岁，大概有的人可能等无遐久，无说可能嘛无等落遐久安尼。我若加70嘛是100外岁安尼。所以若当时迄时的医疗甲生活可能要活到100岁，足厉害的。所以对因来讲，这70年真久的时间啊。但是因就安尼一直等，一直等，对有梦等到无梦啊。对因来讲，这段经文敢若是真遥远，用法度对受掠的所在转去到耶路撒冷，敢若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上帝予这项代志发生，用法度转去来伫因的故乡，对因来讲，迄时因亲像眠梦共款。对咱来讲有困难，因为咱无人诚做奴隶嘛，对无？但是无输讲吼，即马咱诚做病毒的奴隶啊？为虾米？无你即马甲口罩脱落来啊？是毋是因为病毒的关系，你著爱安怎？挂这喙安尼挂好啊？对。但是无输讲吼，有一天 COVID-19 会结束，阿免。哦，有的人阿免，有的人是你无感觉想要结束就对啊。但是结束迄天，你会回想吼，迄天你就亲像咧做梦共款。你坐公车免烦恼，坐捷运嘛免烦恼。你坐捷运，你边仔来坐，一直安你安怎？你拢惊边仔人的心灵受伤的。我拢会冷的，祈祷讲吼，伊可能吼只是闹上安尼吼。因为咱即马逐工看安尼确诊，你会感觉你最近闹会上无？会吼，
你感觉有当时头壳感觉会疼有无？哦，大家咱拢有镜头啊。啊，其实这是一种互人做焦虑的代志。但是你知影，当迄天若结束的时阵，你会感觉即几年安尼，到迄天结束，咱亲像在迷茫感叹。华语讲，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啊。甚至对以色列来讲，因我倒转去故乡来讲，佫甚至佫发生一项代志，伫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到第4节来讲吼。迄时的王吼，佫写诏书互全国讲吼，来帮赞以色列人会当转去耶路撒冷，重启因的圣殿，甲因的故乡啊。这真恶地来想象，咱会当想吼，因的身份毋是王公贵族呢，毋是贵族的，因是奴隶的身份。但是迄当时的王来帮赞伊，对伫以色列来讲，会当转去就足厉害，佫会当互迄时的王来帮赞伊。所以对因来讲，就亲像经文所写的，当因有法度转去到故乡的时阵，让耶和华互锡安受掠的人倒转来锡安，迄时咱亲像迷茫。当耶和华使锡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对伫民主教会建堂来讲，我嘛亲像即段经文，阮听候真济的时间，当阮会当买着新厝的时阵，阮就亲像即段经文共款，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是民主教会开始的一张相片。其实民主教会开始建立的时阵，毋是长老会，是民治神的教会啦。我毋知伫台北市，大家应该有看过可能伫南门这所在叫南门神的教会，我毋知有神子的教会有伫遮无？迄当阵是外教派，后来伫1974年的时阵，嘉义长老会隔一年聘请周英义牧师，这就是迄阵所翕的相片。迄阵年代较久，所以相片是乌白。后来1981年，阮就迁徙到新的现场，对乌白变彩色安尼。这是3楼的所在，就是阮旧会堂的所在，是公寓3楼。迄当阵咱看到，因为买起来，迄阵买起来教会嘛无真大，是细细间啊。因为阮的会友大部分拢是对中南部、台东也是朋友来的会友来台北来拍拼，所以迄阵大家拢有做有限的，但是伫迄有限内底，阮就去做教会。所以伫1981年开始迁徙伫旧会堂的所在开始发展。这是阮近几年的相片。咱兄弟姊妹，你的正手边就是阮的礼拜堂厅，看起来就安怎较大间吼。伊迄中的壁就甲伊卡掉，阮甲另外一边买落来卡掉，就变较大。5楼甲6楼，5楼是团契聚会的所在，食爱餐的所在。6楼就是阮的主日学活动的所在，所以阮就伫遐伫阮旧会堂发展超过7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阮开始发现有真济的内体的需要，安尼。第一项就是阮甲南门教会共款，阮有2场礼拜，大概礼拜加起来但是130个左右。但是阮若联合礼拜，联合礼拜大概拢是节庆啊，就是圣诞节等等的，阮的人数就变90个。安尼，我拄去的时阵，我带一条，咱安尼，咱人变少，应该是佫较济啊。后来较知影，因为全部的人要坐密密要坐130个坐袂密去啦，是下当啦，可能有人爱发徛安尼。阮的会友很可爱啊，因就讲为虾米无来？因讲爱让位，互新来的人会当坐，人客来爱有互人坐，爱有礼貌。我讲安尼想嘛对，因就安怎？就转去所以阮若联合礼拜人拢会变少安尼，所以有当时讲就莫联合礼拜2场，可能人佫较济安尼。所以对阮来讲，阮的空间有限，因为阮无电梯，所以来民主教会就爱爬楼梯。做礼拜爱爬3楼，运动节就袂歹。但是你若礼拜日要参加团契，你就爱去5楼，就佫爬起去。行2站楼尔，还好。但是你若团契了后结束，也是爱餐食了，你就对5楼安怎？伊爬落来。其实爬楼梯对长辈来讲是较无危险，但是落楼梯其实较危险的，因为落楼梯你的骹头夫爱有载，若无载你就可能会软骹啦。所以对阮来讲，我感觉长辈爬楼梯这项代志有迄风险，嘛较无方便。所以阮教会大概是足侪教会比足侪教会较特殊。
阮有请会友吼，较无方便的，请你先去隔壁的教会来聚会，因为有一间教会有电梯，阮家己找有电梯的教会，请你先去遐做礼拜，听候阮见长了后，你才转来安尼。啊无伊爬袂起来啊，无做礼拜嘛无法度，安尼你就先去别间，所以阮有甲会友寄去别人教会啦，安尼。啊，阮较特别，啊，就无法度，安尼你若叫伊爬，安尼其实嘛足辛苦的，啊，我嘛感觉足危险的。啊，对阮来讲有安尼的问题。啊，其实阮的助理路的家长较辛苦的，伊是逐礼拜爱安怎爬6楼的，毋是即礼拜来，啊后礼拜门来是逐礼拜一年爬一年安尼。啊，虽然讲大概讲吼运动吼，互你身体会较好，但是其实足辛苦的。因为我家己嘛有一个细囝，啊有一工我就互我的细囝吼要去教会助理学，我就看到楼骹1楼有一对。做母女啦，啊，因就同遐对话，就讲吼，妈妈甲伊个查某囝讲吼，你啊家己爬楼梯啦，你啊大汉啦，啊查某囝就讲无啊，你甲我抱一下安尼啊，因就同遐沟通啦安尼。我看吼，我咧爱看因安尼讲话对话吼，可能我讲到煞，啊食爱餐住下了，落来搁看因两个同遐对话，我就讲无说甲你抱好无？啊！伊听到当然足欢喜咯，马上就活过来啊！伊讲好过来，我就好一个抱一个，我就抱我细囝，搁抱一个安尼，一只手一个，啊大概有30公斤左右安尼哦。我就开始爬，爬到4楼，我穿安尼爬，啊迄阵我会记得阁是热天，我穿安尼爬，爬到超4楼就淡薄流汗安尼，啊我就想讲休一下安尼，我就停落来，啊就抱两个停落来，啊咧主流的学生就讲牧师。你干嘛停下来？我讲吼，我较爱民主嘛。我来讲吼，无来我看迄扫涂骹迄楼梯间吼有扫清气无安尼。哎呦，牧师，你可以快一点嘛，我上主日学要迟到了。我讲啊，你想我先来想啊，你家己袂晓行起哩，我讲要帮我抱。我讲好，我就甲两个抱起哩。啊，其实爬起哩即段路吼，起哩安全起哩，但是我爱回想吼。你抱两个囡仔，啊有当时行路吼，若无注意跋倒命安怎？无可能安尼嘛。所以对于家长来讲有危险，伊逐礼拜爱爬可能有迄风险。但是讲社主这40年，我拢无听过阮的会友也是等等的爬楼梯跋倒啊等等安尼。但是因为安尼，我嘛是爱为着遮需要的人来去思考。啊，第三个就是阮吼要做一寡福音的事工有困难。有一届，阮圣诞节办圣诞节活动，啊，阮有社区的合唱团，合唱团伊就邀请伊的家长，还有邀请伊的阿公，伊阿公吼，我孙吼今仔要表演，今仔一定爱来安尼，啊，伊就甲伊的孙讲吼，伊今仔日一定会去，这是伊第一届愿意要来教会。但是迄天我哋等，一直等，等到结束，我就甲迄小朋友讲，你阿公不是说要来，啊，怎么都没有看到人？后来较知影，因阿公有来伫楼骹，但是无法度起来，啊，为虾米坐轮椅啊？我讲啊，无要紧啊，你甲牧师讲，我请人吼，就甲你讲嘛，甲你讲起来，互你看你的孙表演，互你听这好恁好消息。但是伊讲歹势啦，不好意歹势啊，安尼互恁安尼无啊，所以就到伫楼骹，伊就搁轮椅又扫，就搁转去啊。对我来讲，有人要来教会，你无法度安怎要来？对我来讲真可惜。所以，我就开始讨论吼，教会要安怎改善阮目前拄着的问题，是内体做者电梯等等的，我就开始讨论遮个。啊，有人讲一定爱建堂嘛，我讲袂要紧啊，咱就来讨论莫建堂即项代志。啊嘛，讨论要建堂即项代志。后来阮讨论了，感觉嘛是需要建堂，所以阮就开始有建堂的目标甲计划啊。啊，这目标内底有真济，吼，我甲其中几项课面，因为阮讨论1年的时间，大概开会大概讨论安尼。啊，所以阮决定要讨论的时阵，阮就确定吼，讲吼，咱爱买一间厝，安尼买新的所在，就爱开始找。但是这建堂的目标吼，真济，大家拢记袂起来，所以阮就用搁较简单的方法，互兄弟姊妹会当记会牢。所以牧师等下讲完，你嘛记会牢安尼。第一个就是伊的室内坪数要150坪，就是150坪爱实际坪数啊。因为咱知影即摆买厝拢有公设吼，
啊，因为每一间大楼的公设比例拢无共款，啊，所以阮就讲吼，爱是坐爱8号坪，啊，这8号坪安怎算出来？就是用阮现在旧教堂的坪数加起哩，安尼。啊，为虾米是8号坪？8号坪是一个标准啊，的标准啊，会当比8号坪较济，袂当比这较少，安尼。啊，就看上帝互阮找着偌大间的教会，伊若要200坪互阮找着，阮嘛是有勇气甲伊买落来。啊，第二项就爱伫民治路面顶，因为伫泰山地区有2间教会，一间叫做泰山教会，有一间叫民治教会。所以有2间，所以有当时有人会叫是阮是泰山教会，阮是泰山的民治教会。因为安尼，阮无可能就减一间，因为有一间教会啊，恁顶个月是来过，啊，即个月阁要来，我讲我无来啊，有啦，恁有来啊，恁是泰山教会，我是伫泰山，但是阮是民治教会。伊讲是吗？是安尼吗？我讲真诶，泰山有2间安尼，啊，因叫是阮是迄间，啊，所以阮就无法度去迄间教会无看。啊，所以阮就有研究民治路面顶，所以阮袂当想挖因的教会嘛。阮若买过，因就会感觉奇怪，恁挖过来要创啥呢？啊，所以阮就限制一个所在。啊，因伫右边，那地图面顶是伫阮的正手边啦，啊，阮是倒手边安尼，一人一边安尼，较袂冤家。啊，第三一定要有电梯，买着新的教会一定要阁有电梯，无阁爱爬楼梯，安尼可能有真侪的困难。所以阮就开始去找厝。阮找3年外的时间，啊，啥物厝阮拢去看过，啊，未起好的嘛，去看到预售屋啦。啊，阮去看预售屋的时阵，还未起好，阮就甲伊开始讲嘛。啊，伊就讲吼，阮就开始甲伊讲，啊，伊讲吼，因为还未起，拢会当规划，啊，就开始规划水安怎走，电安怎走，啊，价金安怎价，啊，是起的时阵就顺续起好，阮若要去装潢，就会当省足侪钱的。啊，便所嘛拢超好安尼。啊，阮就甲伊开价，啊，开价了后，伊就讲吼，这价钱吼较俗啦，啊，伊爱甲因头家问一下，啊，若有消息，伊会敲电话互牧师啊，伊就讲伊会敲电话互我，啊，我等伊的电话安尼。我讲我会等你的电话，你一定要敲我。伊讲好好好，你知我等偌久吗？等到即摆拢还袂敲电话互我的，所以我电话拢有通咧。啊，所以你看。阮拄着安尼问题，啊，我嘛有去看法拍屋，法拍屋阮看着足俗的，也是200坪，但是伊内底有大人，就是伊大人就是海蟑人安尼啦。啊，有人讲吼，安尼买起来可能吼，后盖要交厝足麻烦的，足俗的。伊是1楼甲地下室，安尼有店面，啊，搁地下室，安尼有差不多200坪，啊，搁2000多万尔，足俗的对无？啊，但是就无法度。啊，后来阮阁看足侪厝的，啊，有的厝咯起到弯弯翘翘啦，就无法度价金，啊，要价一个礼拜当天价袂出来。所以阮伫即几年咧找厝吼，找到足辛苦的。啊，厝看足侪，啊，有当时房总会碰风啊，伊讲遮有100外坪，阮去看就加100外坪尔。等遮，啊，你伫找厝拢找无，一直到阮要买新房的时，有一工房总就敲电话互我，伊讲无事。我甲你讲，有一个物件吼，8号坪，啊有电梯伫民治路面顶。我想讲，你逐工拢甲我碰我就甲伊讲，真的吗？你袂当甲我黑白讲哦。伊讲无啦，149点几啦，安尼。我讲迄差0点几无要紧啊。啊，我就甲伊问讲伫倒？伊讲伫恁教会对面啊。我讲阮教会对面，啊你若找有，阮就找无。阮伫遮40年，你伫遮可能无比阮较久哦。伊讲拄啊好，迄屋主吼要买啊，啊所以阮就去看迄间厝，看完阮的鉴定小组甲阮的中级拢真欢喜啊。这就是阮买的即个所在，伊是大楼，伊是商办，就是伊1楼、2楼是商用，2楼面顶拢是住家。啊，阮的景这是真特别，迄阮甲迄兴出来迄相片的电梯，所以你若阮若献堂礼拜，你若来参加阮的献堂的礼拜的时阵，你来吼，你免烦恼你电梯上到楼，伊甲2楼可以按而已，你知影无？你安怎起码2楼，啊你起比地下室1楼就到健身房啊，所以你就2楼可以按。啊，所以你若来民治教会，你就免烦恼民治教会伫几楼，因为加1层楼。啊，你甲2楼起哩加2间尔，1间关咧要卖。
我拢甲迄对面的屋主讲吼，你莫卖别人，你卖阮啊，但是阮可能爱等5年了后，较有可能甲你卖，甲你卖起来。我讲即摆无钱，即摆买即间安尼，啊，所以你起来交2间尔，一间就教会，一间就拢无开安尼。啊，所以对阮来讲，我感觉真好，因为即个出入口是商用的，大楼的住户吼，伊若要出入是有另外一个出入口专门的，啊，所以较袂干涉到啦。特别即摆疫情的状况，因为我去无看，我知影有的教会伫大楼内底，有当时疫情较严重的时阵，大楼就会要求教会爱暂停礼拜安尼。伊个理由是啥物？讲吼，教会出入人较复杂啊。我就甲迄个牧师讲，啊，恁这商业大楼，逐工嘛拢复杂，恁教会较复杂安尼。伊讲若无法度，就会发生安尼的代志。啊，所以当阮看到即间厝的时阵，阮就真欢喜。啊，这是内底的空间，伊是非常的细正的空间，啊，前后采光拢真好，真通风啊。啊，伊是刚构的建筑物，所以伊会较用，啊嘛会较悬。因为伫公寓内底的教会吼，天花板拢会较低啦，拢上3米外。啊，当我看到即个厝的时阵，伊头有4米外的悬度，安尼才4米3左右，安尼。啊，所以阮看到真欢喜，因为阮就会当教会会当搁较悬安尼，啊，搁非常的细正，啊，搁伫教会对面。啊，所以有一天我就去遐来亚华礼拜，为虾米会安尼讲？因为即几年吼疫情的关系，大部分的教会亚华礼拜拢安怎暂停啦。所以有一天我就甲阮的同工讲吼，无咱去亚华礼拜好无？啊，因就讲啊，即摆疫情啊严重，要去倒？我讲去对面啦，甲物件放去对面安尼。啊，因为对面迄阵阮买落来的时阵，内底啥物拢无，就像相片安尼空壳厝。安尼，啊！你看迄天棚乌，迄是造型，迄是天棚落过来，啊，就无啊，安尼乌啊，说迄相片面顶乌是安尼。啊，阮讲就去遐来也有礼拜，啊，阮就甲椅啊、电子琴啊、投影机啊等等，所有爱物件、电筒啊拢搬过，因为遐啥物拢无啊，啊，像野外共款，共有电火尔尔。啊，阮去遐了，阮就定一个时间去遐来做礼拜，野外礼拜。阮定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阮伫遐点着第一支下六节。第一支下六节代表是愿望甲期待。阮愿望阮当顺利签煞伫遐，阮期待阮伫遐建立的时阵会当为主做较济的福音的事工。所以迄天阮大家兄弟姊妹去遐做礼拜的时阵，拢足欢喜的。所以有人问讲吼，牧师啊，哪会找到即间厝？我讲是上帝互咱找到的，咱伫遮找偌久拢找无。但是总是阮祈祷真长的时间，上帝互咱看到即间厝。你看，是对面尔，咱教会建立伫遮10年，拢看袂到。但是当咱愿意要踏出去要见证的时阵，上帝互咱看会到，伊替咱来开路。所以刚做完礼拜的时阵，教会兄弟姊妹都亲像即段的经文共款，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但是看到遐个好的厝，总是爱安怎？爱家己买落来。上帝开了一扇门，咱嘛爱有勇气来向前行。当上帝有互咱领受稳定的时阵，咱嘛爱有勇气领受这个稳定。所以，阮就开始想讲吼，阮到底爱开偌济，吼，较伫合理的价格，啊，人会卖互阮安尼。阮就问房总吼，阮大概爱安怎开？伊讲吼，去年1楼有人买去。平是66万，啊！伊讲吼，2楼打对折嘛爱33万。我讲哦，33万啊，差不多是200平，含公社，啊，搁挂3个停车位，一个停车位是150万安尼，啊，有3个，啊，搁安尼加起来，差不多要7000多万安尼。我就讲哦，安尼对阮来讲负担真济呢，若搁加装潢，差不多。搁要8000，可能还超过啊！我听到安尼算算的胃拢会疼，大概开建堂会议的时阵，我拢胃做疼，我拢讲紧来开了哦，胃挡袂牢啊！安尼，后来阮就讨论一个计划，我就讲吼，无咱为上价开始啦，一平25万啦，后差8万，啊要差买2000多万，要差2000，差1500万左右安尼。我想讲，毋知安尼会使无？对上价嘛，因为阮有画价经验，就是伊会叫阮搁添一个嘛，啊，阮讨论搁甲伊讲，
我讲好，安尼，咱就要甲人开价。我就敲电话给房总，讲好要甲屋主约出来，咱做伙见一面，要甲伊开价。伊讲好。了后，房总就甲屋主了，甲伊讲完了，伊就甲阮介绍屋主的背景啊。伊讲屋主的查某囝是基督徒，但是因是伫长老会。屋主伊细汉读过长老会幼稚园啦，所以是半个基督徒啊。所以伊真欢喜教会要甲伊买厝，安尼。但是伊讲伊要确定阮是教会啦。安尼讲要确定阮是教会，所以要请伊来教会坐坐，还是？互伊摕手部互伊看安尼，后来讲，阮想好，阮就要见面。迄讲见面的时阵，阮的鉴定小组内底有一个议价小组啦，专门甲人去划价。我就甲议价小组约好要去，我就载阮的长老，我开车，载阮长老，甲阮长老讲咱今仔去有2个重要的代志爱做。第一个就是互人知影咱是教会。我就讲所以我去的时阵，你甲别人讲我是牧师，我甲因讲你是长老，安尼互相证明就会使啊。阮长老看者我，讲牧师你要穿牧师服去无？我讲我穿牧师服去，可能嘛伊会感觉可能是你知影？伊讲哪会安尼？讲有一届我去参加告别式，我穿安尼真诶就穿安尼蓝色诶。我迄工爱读圣经。我就阮后壁亲像南门教会咧，阮后壁要来坐头前嘛，伊中有一个同工，迄做管制啊。我要去头前的时阵，迄同工就甲我查落来安尼。我讲，请问你是谁？我讲我是吉牧师，我今仔要来服侍。伊就安尼对头安尼甲我看者，我想讲奇怪，我讲有拉链没啦？是安怎伊安尼甲我安尼看？伊就甲我讲，你真的是牧师吗？我想者，我想讲，我这身手无夹起来，我懵一下。我讲我是，伊佫看者，对头看者，你真的是牧师吗？我想讲，我明着穿牧师服，敢若毋是吗？我讲我是，伊佫问第3遍哦，你真的是牧师吗？伊问第3遍，我就开始怀疑，讲我是想讲回答，我可能不是。后来就另外一个同工讲，吉牧师你来伫遮？我讲伊咧问我是毋是牧师？伊就甲迄讲是啦，伊今仔读经文的迄个安尼，伊讲真实的方牧师，我个奇怪，面顶就写季平方，那变方牧师，安尼。我就甲阮长老讲，这有发生过啊，所以有穿甲无穿，你爱甲我证明安尼就好啊。伊讲好，我就开始开车要去迄房总的公司。我开车去的时阵，阮的长老甲阮讲，牧师。那伊买一平，伊10万要卖完命喏。我讲卖啦，过去咱的经验就是安尼开价了后对无？人就讲恁开伤低啊啦，搁添一个啦，安尼咱的经验就是安尼。你若是第一摆甲我去甲人开价啊，安尼你免想伤济啦。今仔日就是讲一个手咱等下啉咖啡，任务完成回来安尼。我开一半的时阵，阮长老讲无事。人一边啦，伊10万要卖完命喏。我讲卖啦，阮头搁甲伊讲一道啊。车停好的时阵，阮长老讲无事。我讲你莫搁讲啊，我搁头甲伊讲落来呢。我讲卖啦，你想济啊？因仔拢无查，你知影无？后来阮就要去，刚手压完了，阮房总就带因去另外一间会议室，甲因开价。阮就等下开讲就想讲咱先讨论一下。后一摆要开偌济，大概偌济安尼会加较好。当阮就开讲讲话了，房总敲门，敲，伊就明白啊。伊讲牧师恭喜人要卖恁安尼，伊一边10万要卖恁，我就带一条啊。我讲你先出去一下好无？安尼，我门关起来讲，咱的会议，我就甲阮讲，咱的会议甲授权给我们出价，无讲人10万要卖完，就会当安怎？甲卖完，所以讲即摆紧诶敲电话，甲所有诶鉴定小组甲消防员讲人要卖完，有答应也无，我就开始一个敲电话，大家都当惊慌失措，人要卖完了，卖安怎？都卖啊，无卖安怎？就甲买下啊，想济，阮就答应甲伊讲会使，我们即摆要签约。阮就开始签约，伊就讲伊哪有查无？我讲
囡仔教会较重的囡仔吼，袂当黑白早出门的。啊，讲啊命安怎？我讲我请阮同工用伊的名签啊，较范约。啊，签，伊就讲吼爱定金，啊我毋知影，我第一届买厝，后来我较知影定金拢一沓钱安尼。啊，讲定金哦，我拢毋知影，我就讲吼，啊定金，我就甲我的皮包摕起来，200箍，佮藏入去。我就看阮长老嘛印出安尼，啊，佮藏入去。我知影伊早无偌济钱，伊就看阮的同工嘛共款。啊，看我就知影大家拢无钱，我就甲因讲，阮会当去下天咧领者，阮规个领应该嘛袂少啊。伊讲免啊，恁有偌济轻的吼，安尼，我就好，我就开始甲所有的都拿出来，人家也袂使啦，种钞票呢。我记迄天我无注意啦，因为点的时阵是另外一个同工用，大概无超过5000箍安尼，啊，共买5200万的厝安尼。啊，伊是讲吼，反正有签本票啦，无要紧，伊相信教会啊，安尼，所以迄天我感觉足奇妙，安尼嘛会使安尼，但是我感觉是伊看到教会，伊知影耶稣基督这个故事的时阵，伊相信教会绝对是一个会当信任的，所以迄天，阮就同遐来签约，迄间厝就是1255200多万，甲伊买落来。当我买落来，转去的过程的时阵，阮就感觉。上帝会做代志，互阮亲像金门共款，阮做像的民望共款。但是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内底一定有领受安尼的奇妙的恩典。搁较大的是，咱有真足去想过。当咱领受这恩典的时阵，是感觉哇，上帝恩典啊好，安尼尔吗？其实搁较侪是，当咱领受这恩典的时阵，要互别人看到，搁真搁爱耶稣基督活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是，当咱领受这恩典搁较大的重要代志是，真做啥一个好的见证。所以咱会当看到经文的第一节，迄时咱的舌哈哈笑，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啊。迄阵。以色列会当转去到因的故乡的时阵，因感觉上帝足厉害的，但是别人看到的时阵，是看到这个神、这个上帝真厉害啊！所以当咱领受恩典的时阵，做见证的时阵，别人嘛会安尼感受到。只有的人可能讲袂出来，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安尼。为虾米？有一天领长啊，就拄着我，伊就问我，因为阮足熟的，伊住伫教会1楼。啊，我住伫教会对面，伊就讲牧师，听讲恁最近买厝哦。我讲恁哪会知？伊讲我领长啊，当然知影，你管较济。伊就问吼，啊牧师，恁一平买偌济安尼？伊讲吼，我就甲伊讲15万。伊讲啊，尔喂，那恁若买啊俗，恁的上帝哪厉害？伊讲阮的上帝安尼。伊甲你讲哦，我还未甲伊。甲伊讲即项故事的是，伊家己就讲吼，恁的上帝那较厉害，所以我就甲伊讲吼，安尼你要来教会无？伊讲有时间较来啦。啊，过几工的时阵，伊就讲吼，牧师你来者，我足熟的。我讲创啥来？你叫我过啊？伊讲吼，迄间大楼，佫有安尼的介绍无？一平15万。我就想的，我就甲伊讲吼。你要来教会祈祷看卖无？因为是上帝互阮找到的。啊，你来教会吼，甲上帝祈祷吼，无一定吼，你就买着。伊讲吼，伊受看卖安尼。啊，但是对我来讲，伊互我的对话无共款的。拄开始是有闲，啊，即摆受看卖后来我阁甲伊讲吼，教会献堂礼拜的时阵，你要来斗闹热一下无？伊讲，看卖你时间吼爱提早甲我讲。我若会使，我就会去啊！无开始无共款，因为看到这各真各外上帝活伫即间教会内底的时阵，伊一定会好奇嘛。想讲吼，那甲我过去想的无共款啊。所以咱知影，当咱先领受上帝这个恩典的时阵，这恩典是要互别人看会到，诚做够水够好的见证，诚做一个传福音的好消息。但是有一项代志，兄弟姊妹。当咱要领受上帝恩典的时阵，你回想一下，甚至会是一段路的挑战，毋是简单领受，讲摕到物件，是安怎？你也有行动，但是这个行动过程
会有困难、有流目屎的时啊。所以经文安尼讲，流目屎也精子要出欢喜的声收割。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倒来。上帝为着以色列人开一扇门，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有一项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要伫遐来生活啦。要伫遐来生活，就爱种做物件，因为迄当阵也无 7-Eleven、大卖场、Costco 也无啊，所以因需要家己伫遐来种做物件。迄当阵主要的食物就是麦啊，因要对狩猎的所在转来的时阵，要大的物件是有限的。有人讲会当用马车，用马车是迄有钱人的，路呢哪有可能真做有法度有马车？可能是足侪人用一台车，甲所有物件拢放伫面顶。所以麦仔早转来，可能就是有一部分食饱用的，有一部分就爱摕来种做。我毋知大家有种过物件无？你若有种过物件，你就知影，毋是每一项物件种落去，就会安怎会繁衍大长结果子呢？牧师有试过种物件，我感觉这是爱有天分的。我伫我的牧师馆种高丽菜，种4年，我的高丽菜拢安尼尔。但是会当食，你要食看卖啊无？啊，我的会友种起来拢安尼。我会友互我的那个幼苗，啊，但是伊种起来是安尼，啊，伊拢互我看相片，啊，我种起来安尼。我讲你是毋是有互我的较无好？无咱种4年拢种安尼。啊，咱拢住泰山，啊，恁兜的风水较好，阮兜的风水较无，足大粒的。啊，为虾米种？我讲吼，咱做伙种吼。安尼煮爱餐吼会当加菜安尼，啊我种出来拢无法度加菜，刚会当家己食尔。所以毋是种物件你压水伊就会大长呢，毋是晒日就会大长呢。有当时种出来就安尼。所以对伫耶路撒冷，住伫现在以色列人等于耶路撒冷伫遐大的时阵，因真做有可能会发生即个代志呢。所以流目屎野生子代表是完全相信上帝，当因野落去的时。看到上帝带领，所以你要欢喜来收割的时阵，出欢喜的声收割，欢呼收割，你爱先安怎野种子？但是迄野种子的过程绝对毋是简单的。迄个毋是简单的过程，是因将未来完全交托伫上帝手中，随望上帝开一扇门，但是以色列人需要勇敢。完全相信上帝向前行，当因压落去的时阵，代表上帝带领因头前生命的道路，完全的交托。因为什么是完全的交托？你种物件，你会种一半甲挖起来吗？袂啦，种落就没有回头路。所以，当咱相信上帝稳定带领，是一个放手，嘛是一个顺服，甲上帝做伙行。这个过程当中是安怎？是需要勇气的。嘛是需要咱完全相信上帝的带领，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拢为着咱开一扇门，咱需要勇敢来向前行。对我来讲，可能听到民主教育见长，咱会感觉哇，上帝哪厉害，用较俗的介绍会当买得到。但是兄弟姊妹，我买的时间是现在，现在是啥物时代？以前的时代。去年。全台湾的教会拢爱暂停2个月，暂停教会对教会代表啥物？无人会明白嘛，所以就无奉献。你知影银行袂因为教会你暂停1个月、2个月、3个月，都无甲你收贷款呢？阮即马1个月爱还18万呢，迄阵佫较济淡薄，但是对阮来讲，即段的路无好行。阮去到真侪教会，我嘛发现到教会的每一间教会兄弟姊妹会来人数嘛有减少，但是阮佫发现一项佫较大的代志，虽望人无比过去较济，但是上帝的稳定一点点啊拢无减少。所以，当咱看到咱生命头前有困难、困境，互咱流目屎的时阵，兄弟姊妹，请你毋通放弃，继续持续来向前行。特别咱活伫即摆疫情的时代，其实咱真做一个基督徒，爱有佫较有大的勇气去帮助咱的厝边隔壁，这是真做传福音好的机会。
特别即马做侪人有确诊的，对无？你会当帮助伊。你有需要啥物物件，药啊啥、口罩啥，阮教会就提供互会友安尼服务，防疫包，帮助你。难以吼，你有需要，甲你斗相共，要摕药啊，要食物件，无要紧，一通电话吼，你要食午饭嘛，甲你送到安尼，总是可能到是冷的安尼，爱体谅，我毋是迄有那个外送啊，总是这诚做安怎一个好的帮助，总是伫这个疫情的时代有真侪的挑战，咱敢看会到上帝恩典伫咱头前会带领咱，所以经文来讲。流目屎夜精子要出欢喜的声收割，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愿望各位兄弟姊妹，你会当诚做民主教会的帮助甲代祷者，互阮教会会当看到透过无共款的教会，诚做阮的帮助；透过无共款的教会的代祷，互阮的见证会当来顺利。特别，阮伫建堂的这段时间，有真侪教会的帮助甲祈祷，互阮会当通过一关搁一关的挑战。若无借着这教会，我相信对伫阮来讲，这段路会行较特别辛苦，甚至会灰心。所以望兄弟姊妹伫你人生的道路面顶，虽望现在也是未来，你会对着挑战，但是你也相信上帝。会带领你，你嘛免烦恼。你看者，你身边，你现在坐伫你隔壁的兄弟姊妹，未来咱拢会诚做互相帮助的基督徒。当你有需要的时阵，教会兄弟姊妹就会安怎互相帮助。所以我嘛相信南门教会的帮助，民主教会特别为着阮来祈祷，互阮遮的消防申请吼会当来顺利。因为阮有做一项代志，就是阮使用执照，阮甲伊改变，诚做宗教用途。因为一般的公寓大楼，教会真少会去申请，因为这做歹请的。总是透过足侪教会的帮助甲祈祷，阮伫旧年请到今年，好不容易才通过。阮即马就是消防啊，等遮，伫即个月要来检查啦。算是检查，阮望南门教会会当替民主教会祈祷，互阮当顺利完成。哇，一年的时间拢走这行政流程哦，做麻烦的安尼。我嘛毋知影会做麻烦的，但是感谢主，有个人讲吼，无输你咧请吼，无2年3年袂落来。我讲较久哦，安尼要安怎？阮的厝已经卖掉，安尼会友要去倒做礼拜，总是无法度甲100个拢寄去别人教会吧？安尼怪怪。所以，阮伫即段时间一直祈祷，望上帝开路。所以感谢上帝。有人讲吼，这爱足久的，但是我讲无啊，阮敢1年就差不多啊。感谢上帝，这是足侪人的祈祷的结果。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生命中，上帝嘛为着咱开一扇门，求主帮助，求主的信心甲咱同在，互咱有勇气来做伙向前行，为主做见证。咱做伙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经文，诚做阮的帮助，互阮看到，虽望阮的生命内底有挑战的时，有流目屎的时，但是阮看到的毋是遮的困难，是看到上帝你的灵，甲耶稣基督，你甲阮做伙向前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义务书带来好的消息，来勉励。回应的诗歌，咱圣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听起哩。咱着信靠上帝。望无伫
遐济，请准备奉献，请陈一如陈小文执事来书会议来书会。请起立奉献的时光。遐济报告教会消息，咱直接看到第2场明治教会建堂的募款，今日真欢喜，祭牧师来前往来本会讲道请安，甲为着教会礼拜堂的建堂来，大家来有机会来参与。礼拜后，等下会请祭牧师佮说明楼骹义卖迄个加币的代志。第3项，提醒一个后礼6月22日进前，请各团契各事工第3季的指标，请准备提交办公室。团契的消息，后礼拜原来。双人团契因为疫情的关系，佮暂停1个月，请注意请双人的兄弟来注意。另外教界的消息，甲大道的事项，请家己过目。另外今仔日中昼迄成人主日学有一个更正，是咱的检校委员陈培豪牧师主理，进度是西班牙书安尼。歹势有应订答，另外后壁奉献的迄款内容若有订答的嘛，请联络办公室毋免客气。咱即摆请祭牧师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甲兄弟姊妹暂借一寡时间，就是阮伫楼骹有义卖的咖啡，会特别讲是因为可能爱甲大家解释一下安尼。阮是甲路易莎阮是卖路易莎咖啡啦，是绿挂式庄园等级。我们跟因签约，我们有跟他签约，所以我们就没有在周报上面登价钱，因为这个比较，他有跟我们讲不太行这样登，因为我知影教会就无拢会放伫网络面顶，所以伊讲袂使安尼放。阮有签约，阮买的产品你伫门市、网络拢看会到，伊有专门的门市。一盒绿挂式咖啡是10包，是一盒是300块啦，安尼。你网络甲实体店面拢是300块，因为我有甲因签约，我有甲伊讨论过，所以你买2盒是400块，安尼知影一盒300块，2盒400块，请问爱摕几盒？你若摕只，你甲牧师讲我甲你添者，互你带2盒好无？
因为阮感觉吼，这是有个人讲安尼，牧师你有谈无？我感觉这是一个分享，就是阮会当来牧区，阮嘛分享阮的稳定，互兄弟姊妹安尼。啊，有人讲啊，恁哪会找着讲这是上帝开路？我嘛爱想讲吼，阮会当袂扫，阮若毋是住伫山顶会当啊，阮敢有迄台塑米，脏空气可以卖，安尼怪怪。啊，总是因为这是上帝开路，互阮会当甲路易莎咖啡，因为他们现在是上市的公司，这个更就我要甲因体会可能更较困难，因为因讲伊是无互人安尼义卖的，啊，阮特别甲因讨论了后，啊，上帝互这头家有感动，啊，伊讲阮会当卖安尼，啊，所以阮就用这个介绍来分享互阮去到募款的无共间教会。啊，有兄弟姊妹，你会讲吼，我若无要咖啡，无啉咖啡安怎袂要紧啊？你要来送你隔壁厝边嘛袂歹啊！啊，你内底佫甲放一更新有无？啊，放一酒报。阮咧教会嘛安尼，我讲安尼吼，你袂晓传好袂要紧，你着摕迄人看到你面门嘛会开，安尼上网看者安尼。啊，所以你当摕来诚做传好好诶，因为迄毋是，它是有牌子的啦，所以袂较。要送人嘛，袂感觉怪怪，讲你摕个来路不明的，阮是真啊，迄咖啡拢是即礼拜阮去伊个工厂甲伊提货安尼，啊，所以兄弟姊妹你免烦恼，啊，无事有摕一个提醒，你若摕到咖啡的吼，啊，紧来啉掉，迄个甲茶共款吼，越新鲜越好，怎样？越好喝啦，啊，你赶快喝完，才能再跟我买啊，啊，以上无请报告。咱张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教会。啊，最后要闭会祝福的诗396首，等要散会求主赐福。闭会时了，请敬牧师来祝祷。圣性的相通，甲恁众兄弟姊妹一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